高雄发生连环杀人案，这嫌犯伫徛街内面杀死3位女性，案情侦办到今是第5天，现场的嫌犯有关是唔承认。今日检警是第2届登到这命案现场，也甲嫌犯带到遐进行生物分析比对。另外一方面呢，警方继续伫咧鉴定河也个高雄港区找出死者遗体。要不要认罪？还是你在哪里？伫安全部穿荧光色外套的市长凶嫌，和警方带登去徛街查实在起。检警知道立即出来勘嫌，因为失联亲像骨骸的姓赵林甲市长负责人，参涉的大数最后身影都出现伫嫌犯的徛街。警方也伫现场比对出3位被害人的 DNA 反应。承办的主任检察官率领检察官，今天只是特别来比对我们所采证的相关生物基证跟相关的物证的一个比对的一个情形来做重建。检察官侦办案件来现场做一个厘清的一个动作。中华案发第一现场，警察局长亲自督导勘验。经过5点钟，县长凶嫌回押，检警超出大批政府带登去，附近厝边拢咧议论，指出伫农历春节进前，社会本色对飘出恶臭时间点相过卡合。过年前很频繁的倒垃圾，用塑料袋倒垃圾，我们在怀疑是不是衣服都已经。警方连日伫前镇河甲高雄港打路，查查阁估到亲像人体组织3件累计到今已经有20多例，比对符合赵林负责人甲县长负责人，也毋过嫌犯有完无成人犯案，凶器等关键证物也还未找到。那今天我们的搜索重点还是摆在这个金拱桥下、丢包这个附近，还有这个港区的25、26、27号码头这边的船屋。为了加速破案，市警局启动勇敢小组调集40名警力，调看就千支的监视器，以同心圆、布防路线对踪模式，要用科学方式重新建立犯罪线索，厘清凶嫌犯案过程甲动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